每月生肖運程，西曆2025年12月7日至2026年1月5日。本月為思想學習投資月，學習方面，不論對寒命、熱命、平命人都是合適的，尤其是上班一族，經常都要為自己增值，方能免被社會淘汰。為投資方面，只有秋冬天出生的寒命人方可以籌劃，因今年開始往後3年都是大火年，這對寒命人是有利的。而春夏天出生的你，相信運程仍然在逆轉中，故只宜留在原地發展，這幾年都不適宜發展新路向。沖太歲月已經過去，感情方面是吉是凶已有定論，本月感情再出現風波的機會並不大。本月為思想學習投資月，為1年將盡，在這時候作新投資或學習進修都不算是好時機，即使在旺運中的寒命人也要三思，除非紅葉要把握聖誕、新年及農曆年的旺季才另當別論，否則就利用這2個月進行籌備，待明年開展，相信更為合適。由本月為肖馬的相沖月，而這亦會為你添加阻力，每年來到這個月都要提醒你保持心平氣和。又幸今年肖馬的你是桃花生肖，整體人緣運是良好的。本月為辛苦個人力量得財月，又是肖陽的桃花月，人緣運比上月更佳，這必有助你全力爭取好成績，尤其是自雇一族，本月必然能因工作量上升而收入增加。其次是從商的你，加上人緣運資助，本月亦不難爭取到好成績。上班一族雖然不會因一時的工作量上升而令收入改變，但在這個人緣運良好的月份，事業運是順利的，感情運是良好的。而單身的你則可以利用這個假期多約朋友外出，盡量為自己製造機會接觸陌生人。本月為貴人舒服懶月，經過1個月的是非風雨後，本月適宜放慢一下腳步，反正聖誕、新年假期臨近，不論單身又或者已有另一半的你，都要及早安排假期節目，就趁本月的空閒時間去籌備吧。尤其是單身的你，如果不盡早約定家人、朋友，恐怕就要孤單地度過聖誕、新年假期了。自身的雙穿月及今年的沖太歲月已經過去，感情運又回復如常，加上本月是你的雙合月，雙方自然會融洽相處。本月為貴人舒服得財月，上半月工作量不大，下半月則為思想投資得財月，這對從商一族較為有利，生意相信會有不錯的增長。加上本月是肖雞的桃花月，自身人緣運明顯較別的生肖為佳，這更能凸顯這個貴人月所帶來的好處。雖然聖誕、新年假期在即，但工作並沒有明顯地忙起來，讓你在公餘仍然有較多時間策劃你的假期。而單身者來到這個肖雞的桃花月，就盡量接觸多些陌生人，給自己製造多些機會。本月是辛苦個人力量得財月，經過慵懶的2個月後，本月要全力投入工作了。而這忙碌的月份，對從事件工計算收入的自僱者最為有利，因收入必然會因工作量上升而增加。其次是從商的你，因工作量大，可代表與客戶的互動多了，自然能增加促成生意的機會，收入自然也有可能隨之而上升。上班一族本月雖然不會因工作量上升而使收入增加，為經過慵懶的2個月後，重新積極投入工作，也可以體現自己的價值。
桃花雨已經過去。如果單身的你剛好開展了一段新感情，可以趁本月的聖誕、新年假期相約對方愛友，這必能增加相互了解的機會。